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呢聖經人物嘅抱怨同埋抱怨帶嚟嘅後果不知滿足、不得滿足嘅帶嚟嘅後果。我哋今日呢講以色列人出紅海嘅時候佢哋呢喺嗰個時候呢係好多抱怨嘅。儘管神呢喺佢哋面前呢行咗好多偉大嘅奇蹟呢，佢哋呢係不斷向神同埋摩西呢係抱怨嘅。就喺過紅海之前呢，佢哋問摩西點解要帶佢哋出嚟呢？係死在曠野喎。神用大能嘅手呢，領佢哋逃離埃及嘅奴役，喺佢哋眼前呢行咗好驚人嘅奇蹟，使紅海分裂，法老嘅追兵呢淹沒在海裏。但係呢，佢哋卻冇感恩喎，並不覺得呢神欠佢哋什麼，竟然呢係抱怨連連嘅。覺得自己呢係好命苦嘅。出埃及之後呢，佢哋喺曠野期間常常對摩西呢發怨言嘅。當佢哋揾唔到水飲啦揾唔到食物啦發現敵人強大，好難克征服啦佢哋呢就向摩西呢係抱怨嘅。佢哋冇牢記耶和華嘅大能大力，完全忘記佢所彰顯嘅偉大奇事。佢哋嘅目光短淺，只係着眼今天嘅不足，但係忘記之前神俾佢豐盛嘅供應，就唔向佢感恩，反而咧怨聲載道，就觸發咗神嘅怒氣。神咧使佢哋喺曠野漂流40年，未能進入牛奶與蜜之地，直到最後嗰個世代嘅人呢，20歲以上嘅呢，個個死在曠野。除咗約書亞同埋迦勒整個世代嘅人20歲以上嘅都死在曠野，因為佢哋咧成日向神抱怨民數記14章27、28節講：這邪惡的會眾向我發怨言，要到幾時呢？以色列人向我發的怨言，我都聽見了。你要告訴他們，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們在我耳中所說的待你們。咁跟住呢，耶和華就俾佢一啲好嚴厲嘅懲罰。哇！我哋可見呢，抱怨嘅後果呢，可以係好嚴峻嘅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